再來看這台南市永康有一個查某高中生，伊佇放學的時呢，佇這學校外口的空地附近，互一個掛喙暗擱掛這手籠的查甫人，家己的喙安尼暗條條，甚至佫甲硬甲撿冊包，想要甲拖互走。加在這個學生是喊甲真大聲，那其他的人也趕緊來鬥相共，才無互這個嫌犯甲拖去。目前這警方已經調監視器來追查。查某學生下課行通行步道，要去坐公車，無想到煞向出現一個穿烏衫的中年查甫人，竟然出手甲學生的喙按掉咧，佮暗算要甲這個學生揪入去這間空厝。那天色沒有暗，那另外我們學校附近的周遭是車水馬龍，事實上是真的是蠻囂張的哈，因為現在在車水馬龍的路邊。那很多民眾都會路經過，所以也非常的還好，就是有民眾發現制止了這件事。這個學生雖然迄時掉車驚，不過嘛是勇敢反抗，伊的耳狗目鏡嘛因為安尼，互人扣落來，造成面甲身軀有真濟大小可刺傷。加在迄陣伊大聲喊救命，路過騎機車的民眾看到，趕緊提柴棍來鬥相共。迄個查甫人看辦事無走袂使啊，趕緊旋走。看到迄個女孩子後壁有一個查甫的。尾隨，我咧徛過了，我感覺唔對啊，這怪怪啊！我去外頭啊看，伊就他抓伊的脖子鎖個，按伊的嘴條拖去草坡啊，我都擺停來，我就看塗骹有一支木棍，我就下伊木棍來處理啊。落尾警方接到通報，隨到場，學生甲趕到場的家屬先去病院驗傷，才去做筆錄。代志就發生在2日下晡，台南永康一間高中，校方講校方已經展開地毯式的搜查，嘛調附近的電桿，積極掌握這個嫌犯的行蹤。犯嫌隨即由路人制止後逃逸，發生原因尚在調查中。本分局獲報後，立即組成專案小組，並報請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。那這個嫌犯咧犯案的進程，敢是早就計劃好勢，甚至敢有提早勘查過？警方該進一步了解。目前校安維護和輔導嘛已經啟動，警方嘛已經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。雖然案情也在調查當中，不過大路邊發生這款強壓學生的案件，難免讓學生甲家長會緊張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